来看有不少家长会买一种半提倒婴仔车，不过这几天国外小连续有红婴仔坐这款车煞摔落来受伤的事故，所以消保处去年10月抽验市面上10台半提倒婴仔车，结果发现有9台品质拢无合格。 可能是小朋友的手指会去卡到的地方。详细检视每一个所在，不少家长为着安搭婴仔，会买这类的下倒摇篮，也不过要注意，这其中可能隐藏安全规矩。小朋友如果手指卡在里面，那当然第一个他可能会有痛觉，那第二个是如果卡着那。 久的话，可能会有血液不流通的状况。都因为最近几年伫国外陆续传出有婴仔摔落来，也是受伤等事件。消保处随机买10款市面上卖的下倒摇篮检测，结果有9款无合格。他们有手指陷入，就是有孔洞，因为实验室它是用7mm碳棒跟12mm碳棒去插入。相次1跟相次5，它们的滑动量呢，就是等于说它指滑不够啦。除了品质检测的违规事项，伫商品标示方面，编号169。 是电器甲电子商品的标示基准不符合，8号是制造日期无完整标示，那7号是外盒仔写台湾制造，也毋过挂牌是中国。你如果这个还是台湾的微笑标章的话，你可能还触犯了一条那个商标法里面的证明标章罪。消保署提醒，下倒摇篮伫去年11月6日应试检验品。 主要研究标示适用婴仔的上大体重，甲唔通单独留婴仔等警告标记。民众伫买的时阵也要注意限重，甲相关的认证标识，维护婴幼儿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